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7号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高雄街头一间旧衫回收场，早起一个查某员工，互2层楼悬的旧衫地着，救出来时已经无喘气、无心跳。公安基金要进场护盘，也毋过大股今仔收盘的是6000点，指数只剩17391点。经济部成立马上办中心，要来协助企业。乌克兰军队掠到2个参加罗西亚军队的中国公民，地理司机是爱北京说明，中国跟罗西亚目前是无回应。来看一个上新的消息哦，高雄市街头一间旧衫的回收场，早起有一个查某员工哦，互2层楼悬的旧衫地着，消防人员甲人救出来时，这员工已经无喘气，嘛无心跳，送病院嘛救无回来。会当对话面中看到工厂内底哦拿衫的衫裤，一个大约60岁查某员工伫整理的时无细力去互地着，消防人员是用手甲工具甲衫拢刷开。也毋过，人互救出来时，就已经无喘气，嘛无心跳，先急救，才去送病院哦。即马事故的原因，爱阁来厘清。再来看早起9点53分，宜兰所有发生规模5.8的地震哦，19个县市拢有感觉。宜兰花莲上大的震度是4级，气象署的地震预报中心是表示讲，地震发生伫沖縄外海座的西边，算是中侵占的地震，对地表影响较小。今次去翕到宜兰超市收运袋摆啊，又来喊去。震一下。将被当介绍的民众也讲去，地区本身大家拢惊到，店员冲出柜台找所在比，地震有了10几秒钟才停来。觉得头晕。头晕。对。有摇很久吗？摇有多久？差不多10几秒左右吧。地震的时候先躲一下，等地震过之后再工作。最高早起9点53分，宜兰所有发生规模5.8地震，上大震度4级，规个北台湾拢感受会到。宜兰县的武塔、花莲县的太鲁阁拢是上大震度4级，桃园、新北的新店、台中、新竹的竹东、彰化市拢是3级。国家级别警报伫咧地震了16点6秒钟就发出来，迄当阵台北积分是赶紧停赛，好加赛又甲无明显，无人受伤。台北积分是慢速赛车，伫咧无异常回报了10点08分全线恢复正常。这个地震因为它的一个震源的深度是算中深层的一个地震，它的深度影响，所以造成地表的影响，大概都是比较平均的一个震度的一个表现。地震预报中心讲，这边是伫宜兰县政府南东方15.5公里发生随时规模5.8地震，因为是中侵占的地震，对地表影响较小，不过依然有19个县市感受会到。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再来关心台中成功3月起爆案，台中市消防局公布鉴定的结果，指出讲不在原因是加速起爆。检方调查嘛发现讲，加速的总开关无关起来，甚至加速外漏的感测器嘛互拆掉。新中天然气公司是表示讲，因拢有照新讲的要求来处理，因为专案个调查，伊嘛无方便回应。台中成功3月也搁咧征收，即阵检方对查起爆原因出现新的事情。成功3月的起爆案呢，日前判断的是加速外泄所造成的，不过后续对查发现呢，疑似是楼层的感知器呢被拆除之外呢，加速的总开关呢应该关起来嘛无关起来，新中天然气公司有可能要被追究责任。发现爆炸了后，新中天然气公司第一时间是强调，施工进程已经有加速的总开关关起来。不过检方调查所发现爆炸的12楼，咧侦测加速敢无漏泄的感应器已经互人拆掉。不过加速的总开关所根本就无关起来，佮加上哪像是火源才会造成爆炸。检方会搁厘清无关总开关的责任，嘛传出已经甲几来名起爆现场的人员，列作是过失致死罪的被告。最近这几天会展开约谈。我们就针对星光3月的请求去做瓦斯表及开关而已，
其他我们都没有什么其他的动作这样。新创不会去帮你家关总开关啊。你们家的瓦斯表拔除了以后，他只是把它填塞起来而已啊，他不会把你们家的管子拆掉啊，他怎么把你关掉？台中新光3月发生爆炸了后，目前也是咧停业，业者已经向都发局提出整体的修复计划，市府迄边嘛已经收到，不过讲也阁有相关的资料需要补件，卖加强辅导。都发局表示，目前整体的建筑是已经进行到第3阶段的整建甲修复。新光3月迄边也未提出整体安全评估和专业签证，已经要求爱保证，交予专家来评估了后，就会当依照计划来进行修复。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国安基金今仔开始正常护盘，也毋过台股今仔收盘是达1068点指数嘛拉破18000点，只剩17391点。美国的对顶关税政策今仔中昼就开始实施。经济部长郭志辉早起伫立法院嘛表示讲，经济部已经成立马上办中心，要来提供企业协助。国发会嘛表示讲，当初预测美国上济是可能会扣35%的关税，因拢有提出相关的应变办法。美国总统川普伫最近发布对全世界对顶关税，随到中昼开始生效，台湾被扣32%，国内部分产业即马已经面临着减单加无升价的情形。经济部长郭志辉讲，将会继续收集产业的状况，也会针对企业提供客制化辅导加纾困。服务中心透过我们有66个这个原管局的服务站，然后连接回来我们中小企业署本来就是有一个这个马上办中心，我要求我们的部队的回应只有1天。因应美国对顶关税影响，政府即马提出880亿补贴方案，不过立委希望会当增加到2000亿。另外，国发会主委刘景清也讲，当初设想的相关版本是35%的关税，拢有相关的应变措施。在4月1号，执政党的柯总召，他不止铁口直言说美国只会收10%。报告委员，10%。柯总召不代表行政院。好，银行会不会雨天收伞？会不会抽银根？银行一定不会抽银根呐。在野党的主席说880亿不够啊，要增加到2000亿。我们也希望越多越好啦，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如果大家一条心支持的话，这也是很重要的。伫这份行政院长杜英泰带内阁团队开记者会说明，郭志辉虽然伫咧台顶，不过自头到尾拢无讲话，也引起外界好奇讲是毋是别下封口令？郭志辉是讲无这种代志。被下封口令还是你自己主动就不上去？没有啊，这个就是分工合作嘛。分工，那你不可能。那他们为什么人家都是部会首长，你不可能2个投手上去投嘛？受到美国对顶关税影响，台股剧烈的震动，国安基金伫催到立场护盘，犹原无法度阻挡盘势。台股伫盘中盘超过600点，盘破18000点。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因为美国要扣32%的关税劳动部为特别稳定劳工就业，部长洪胜汉今仔是强调讲，会来提出150亿预算来应用，嘛要求讲企业就唔通违法。面对美国总统川普要甲台湾扣32%的关税，为了减少对产业的冲击，致使就业市场的波动，甚至已经有传统产业的业者挡袂牢，按算要裁员。劳动部长洪胜汉去立法院质询，强调希望有补贴等等的措施，透过差不多150亿预算的协助，来降低对劳工的冲击。我们已经开始跟很多的工协会，也包括很多可能潜在会受影响的工会，已经开始联系，那密切掌握大家的这个产业里面状况，包括企业用人的状况。立委质询的时阵，持续关注关税对劳工劳权的冲击，嘛强调讲，包括纺织等等传统的产业，小连续传出要裁员的消息，要求劳动部都要好好处理。企业开始裁员、停工、放无薪假了嘛？你知道这件事吗？现在把通报的机制给建立起来，包括这些资讯的回报的机制给建立起来。那媒体上面有目前听闻的，我们也会打电话过去，我们也跟他们主动的去了解。同一个时间，学者甲劳团举行记者会，呼吁面对关税这么大的冲击，政府唔通老错用零关税的手段来应对，对劳工佫造成另外一种伤害。当你要愿意把美国的关税全部降到0的时候，对我们的出口会有多大的影响？对我们的 GDP 会有多大影响？对我们的失业会有多大影响？
有做过评估吗？政府在不管是在各个部会的对于企业的补贴上面，应该是要有一个实质，有一个资讯的一个同步的勾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做法。老台呼吁政府都要提出具体稳定措施，唔通让资方到手摕政府的补助，借手违法甲劳工洗头路。洪世汉强调讲，企业面对冲击，也是要合法合规，相关补助的使用，嘛会避免企业乌白叫员工减班休困。公司新闻台北报道。再来看农业部长陈俊贵早起去台南的南华科技生物园区，甲业者座谈。针对业者表示讲，因望讲会当来提升技术，组成南华国家队。部长嘛强调讲，一定会支持合作。温室内底摆满满拢是南花材啊，培养甲真好真水。因应无共市场的需求，也有各种无共的春笑。不过目前面对着美国要甲咱扣32%关税，业界除了爱想办法应应，嘛希望政府会当互资讯更加公开、更加完整。发烧到现在，其实才只有短短的1个礼拜，整个时间非常充足。那市场整个资讯呢，其实也相当的混乱哦，包括其实不只是台湾端，包括在美国我们的客户端哦，其实现阶段其实大家都在等着用时间来消化这个过程的一些资讯。台湾的南花真有国际竞争力，目前外销去美国的比例占要甲4成。业者表示，关税是真歹完全家己吸收，不过若会当拍团体战，有信心会当来拓展新的市场。因那农业部长陈俊贵嘛强调，政府一定会来协助甲支持。像目前按足侪业者伫越南吼，拢甲大陆咧战争啊，啊大陆的拢较低价较安全。所以俺若要去越南做个基地吼，爱带国家队过去跟人家打，袂使咱下互俺的业者当底下阮想要经营，阮想要拍迄个市场。很完整的一个产业链，特别是在所谓的接力生产面部分哦，我们未来农业部一定会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下哦，能够协助哦那个我们的兰花哈能够更凝聚向心力哦。来做同样的一个外销的事情。除了南花恐惊受到冲击，连原底有机会会当进一步来拓展美国市场的台南沙白鱼订单，即马嘛可能有变数。啊，人关税悬，爱买你啊，外销厂买你啊，就该爱掠价哩。哦，啊掠价咱饲的袂好哩，啊，就感觉讲也袂好，就爱收起来包起来啦。我们加工成鱼板、鱼块的部分，好不容易谈到几个货柜的订单。那刚好是第一货柜已经出去了，第2柜、第3柜的部分，因为关税的部分现在有点那个厂商有点迟疑，目前整个关税部分对私募的影响并不大。美国的关税政策对初9开始实施，真侪状况细节拢也未明确。咱的政府单位一再强调，会继续来追踪上新的消息，适当来协助业者解决问题。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今仔中昼12点开始哦，台湾出口美国的产品就开始要扣32%对等关税，因为美国是咱台湾第2大的出口国，又佮伊资通讯产品、电子甲机械业务影响上大。咱台湾的股市嘛已经连续落几啊天咯，产业界哦嘛拢错得紧。今仔的解判新闻，咱特别请苏美来为咱分析讲对等关税对咱台湾产业的影响。是主播，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这波对等关税政策，今仔日4月初9已经正式实施啊。咱台湾这回是去互美国扣32%对等关税，美国的其中一项理由就是贸易逆差。咱若是对去年数据来看，咱出口去美国是1114亿的美金，也若是进口的是465亿的美金，这当中的顺差就达到649亿，这也就是美国要甲咱扣遐尼重的关税其中一个原因。这波重关税对咱倒一寡产业的影响上介大，咱先对产品来看。对所有的产品当中，受美国比例上介悬的，就是伺服器，当中是有达到74%的产品拢是销去美国。也若是第2甲第3是显示卡甲网通，拢有50%是销去美国。同款这产量5成销去美国，也有咱台湾伫咧国际真出名水五金，亲像是水稻头、马鲁虎，也有碰布等等，拢是销去美国。另外，这汽车零组件嘛是其中一项要注意的，因为伊嘛是有4成8销去美国。对这寡产品，咱就看得出来，上界受冲击、上界严重的，就是电子资讯产业。亲像咱头拄则讲到的伺服器、显示卡、网通，拢是属于这类。
占咱销去美国的产品是有超过一半。这类当中上界凄惨的，可能就是电脑到手机啊这款成品，因为这等于一站一站的成本，加上经济去影响到民众的消费意愿，安尼就真做是成本重、需求搁减少的上杀困境。另外，虽然这半导体是无一个急迫扣税名单当中，不过这供应链有关是加减减会去受到影响。接落来，咱换来看金属甲机械产业嘛是重灾区，因为美国是这款产品的第2大出口国，所以讲这回嘛去受到这波关税政策的影响。苹果这当中是更甲中小型的机具冲击的上界大。也那还有另外一项要注意的，就是运输工具产业。虽然咱是无小客车销去美国，不过汽车的零件销美国的比例嘛是袂少。也有咱台湾伫咧国际真出名的脚踏车，也有脚踏车零件溢价嘛受到冲击。其实除了受冲击的是即寡明看出来的产业，另外也有真侪产业是伫咧无形当中供应链受影响，也有一寡是民众减少消费，生理变歹。目前时也无法度确定讲这项关税政策到底是要实施偌久，咱派人去美国谈判敢有效果？所以讲这经济影响恐惊也是真歹预估。以上就是今日的解剖新闻，咱个镜头交转去主播。感谢所味哦，咱继续来关心交通部嘛，针对今年来台湾的旅客5000万人次的目标哦，这嘛是受到关税战的影响。有立委就真烦恼讲，这恐惊真歹达成咯。另外讲日本、韩国还是东南亚游客恐惊会减少真侪哦。交通部长陈世凯是表示讲，因会来准备，嘛认为讲咱台湾观光的行销爱检讨。川普关税大刀配向各国，台湾各产业严阵以待，尤其观光业方面，观光署原本预估今年第一季来台游客已超过210万人次，年增3%。不过关税战也提出后续的整体经济路线，或者是放无薪假这状况，日韩或者是东南亚来台游客人数可能出现衰退。有没有算过？我们在这一次的一个关税因应，台湾到底现在关税是32%还是多少？这个还没有。政府要去谈嘛。还有就是说，我们相关的一些政策要去做调整嘛。立委点出台湾观光困境，包含供给性悬、旅游品质无好、资讯甲交通整合也无好等等。陈世凯承认，关税战也未明朗进程，实际冲击无法度评估。不过，台湾对外行销方式爱检讨，除了爱拍中国外旅客心，也爱增加各个服务据点的数量，培育观光人才。来台的旅客人次啊，更是让我们担忧啊！我们恢复的比例啊，只有66.23啊。是我们复苏的速度实在是比起其他国家有些慢。好，那这个部分我们应该要再加强。有一些国外的旅客要来亚洲的时候，台湾不是首选，甚至连前面几名都排不到。今年热天，国际甲两化航班已经恢复疫情进程73%，桃园机场增加大分、美子、新河甲宝溪岛等5航线。高雄机场、台中机场也增加重庆、芽庄、济州、澳门等6航点。对华航每班飞行机，有立委问到是不是符合关税战之下，总统赖清德下令扩大对美国采购。陈世凯表示，这对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平衡绝对是有帮助。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中国配偶宣传武统的言论，和移民署取消居留权。法务部长陈明谦今仔日立法院就表示讲，政治上的言论若是鼓吹战争依照宪法的规定，袂当认定做言论自由。也毋过什么行为算是鼓吹战争？部长讲目前是无明确定义，会过来讨论。约会安下小鼻文琪等人因为宣扬中共武统，和移民署遣返取消伫台湾居留权，引起在野党质疑。国家解决特定言论自由的法律边界。西九立法院司法法制委员会也对这要求相关部门进行专题报告。有关于这些仇视性的一个言论哈，那这部分其实有相关的一个处罚的一个规定。那我想，这个我们还是会兼顾言论自由的保障跟公共利益的一个维护。既然我国是从文法国家，那我们就应该把一些规定讲清楚，让人民能够有所适从。
陆配基第军假最近有真济，已经摕到台湾身份证陆配所收到移民署通知，限期3个月内交付送实原籍的证明，啊若无会面临撤销定期许可，甚至直接督号。所以移民署甲陆委会强调，用化条例自2004年修正施行就已经明定。不过民进党立委认为，这么大动作执法太过凊彩。那这20年来啊，有没有任何一件被你们注销的？有因为检举不注销，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没有缴交被注销的，有676人，676个。是，那你现在还有1万多个，你怎么办？你说依法行政，可是你实际上把人全部都卡在原地，那你当事人怎么办？其实我们陆委会跟移民署最近都接到很多的陈情电话啊，那有些的说他没有办法回去拿的理由，我们听起来是比较相对合理。但是有些其实并不是那么合理啊，所以这些陈情的理由五花八门，所以最后我们会跟移民署一起会商。都要引起陆配惊吓，陆委会表示，对有实际困难个案会提供必要的协助。移民署也已经设服务专线甲电子信箱，提供定情调案处理，强调兼顾执行妥当性甲人道的需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最近，包括民进党立法院的助理、民进党的前党工，佮甚至总统府幕僚，拢涉强谍案。国安局长蔡明安今仔就表示讲，目前佮有一寡相关的案件佮会侦办。局长嘛强调讲，针对目前国安法不足的所在，嘛准备要来修法，避免中共对台湾的统治还是渗透。这个国会助理被渗透的事情，好，当然这事情也发生在我的前助理的这个身上。应聘进来的助理其实有涉及这国安问题，有没有办法去做一个警示？伫最近电力团做强谍案，捌做过前立法院长游锡堃的助理，一个几多位民进党立法委员助理的性所兴，互检调进行了，虽然是20万交保，不过民进党立委也是真担心。问国安局是不是让协助建立安全查核机制？很愿意来提供我们国安单位的做法。那像我们局里面有180几个职务都有类似列为核密查核的对象。那在核密的过程当中，又有分甲级以及丙级。这一位我们都没有看到他的名字，但是据说他是被抓到说在刺探帛琉的情报。我提醒你还是要注意一下。这都是因为有些资料是错误的。那是国会，包括民进党的前党工，也有总统府，拢被查出有人涉及强谍案。大家拢伫咧注意讲，是不是也未逼出来？相关的一个案件，有些都还在侦办当中，那有些还在搜证当中。所以有其他案件，但是还在调查。对各种案件，只要有相关的违常或违法的事态，我们都会积极的来收集相关的证据。因为国安局的报告指出，中共针对咱军事单位也有政府机关进行渗透。自2020年到即马，强谍案起诉159人，其中有现役加退役军人95人，比例是60%。主要手法是包括退役、留外现役、金钱利诱，也有债务协trợ。一定会积极的来搜证，那务必做到全面的清查，不分党派。方面是能够速查，第二个部分能够严惩。作品案也讲，已经甲法务部共同检视。国安法条文内面，是不是有需要搁再真正加强的所在，来阻止强谍的行为？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高雄凤山一间国小有家长指控讲，这搭读国小的囡仔，互老师写册包、扇喙皮，佮骂甲真歹听，佮叫囡仔袂当互爸爸妈妈知影。囡仔是真惊去学校，伫顶个月已经转学咯。学校今仔早起是表示讲已经有通报咯，一礼拜内会开会来处理。发文一句一句拢真生气。高雄一个家长册背伫面册社团指控，囡仔读凤山一间国小1年，互老师写册包、拍面甲演示暴力等，各项威胁，袂使返去厝甲爸母斗。当晚上接到他的时候，他的脸还是红肿的。跟孩子询问之后，才发现老师是从正面用力的打他的右脸颊，打完直接拎着他的头发，直接往走廊的方向去。老师将囡仔扭去办公桌仔边仔敬祝，家长坦白，囡仔较蛮皮，但无代表老师会使暴力对待囡仔，已经投诉教育部。顶个月车站嘛帮囡仔转校，写明转校理由是不懂管教。转学单上面我也很清楚的写。老师管教不当，帮我办理的那一位
女教师，她在电脑上面key出的原因是改变环境，跟我写的完全不符。我后来完全没有接到校方任何的回应，完全没有，至今1个月了。面对指控，校方催告回应，前一暗才伫网络知影这件代志，并唔知影家长捌伫转校理由写不当管教，目前已经通报校安。透早问班上的学生，嘛讲无看到体罚的行为。老师在管教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拉扯的行为，询问，在班上是不是有扇耳光，或者是一些体罚的行为。那老师当下也是否认有这些情况。校方表示，这个老师年资大约20档，过去无不当管教记录，会对家长提出的不当管教等争议做调查，后续照教师法等规定处置。第1礼拜来开校事会议，讨论后续处理。公视新闻陈环宇、柯建准高雄报道。再来看桃园市一间国小，传讲有导师不满学生的成绩无好，摕米工刀来恐吓学生。后来学校搁要甲这个老师调去做特教组长哦。有家长知影，今仔就去市政府抗议，学校嘛表示讲，这个老师不知是因为压力上大，意思是建议讲伊先休困3个月，即马学校会来进行调查。桃园市有国小传出有老师因为不满学生成绩无好，竟然提出米工刀人恐吓，互在场学生真惊吓。学校事后果想要将这老师调任特校组长，引起家长不满，催告早起到市府头前抗议。他居然在小朋友面前亮美工刀，他甚至说出他要血溅现场，将他的血喷到你们小朋友的身上。不管是教育局或者是市长，应该都要非常的积极去处理我们这个桃园市的这个不适任校长，领头羊这个部分做不好，其实危害的是我们本市所有的教育。对家长指控包庇，校长回应，针对老师情绪失控，曾经启动校安通报，调特教组长做行政工作，只是方案之一。被直接去甲学生、甲接触学生，要求这老师去快先接受心理评估。目前照医生的建议，休困3个月到学期结束。医生也详细的帮他这个诊断，那的确是身心压力过大，而且他很久没有担任班级导师，但因为他以前都是做这个学校行政。该校后续也会进行校事会议调查，追究其责任，令辅导室以入班进行团体辅导。教育局表示，学校已经另外请其他老师接手这班级的教学工作。特教组长的职务经过了解，也无任何变化。学校已经照规定完成通报证书，后续教育局也追究相关的责任。公视新闻桃园报道。有7个伫新竹读册越南学生哦，因伫台湾做诈骗的车手，一日下单赚2000块到7000块，也毋过已经互法院判1档9个月有期徒刑咯。另外，台北有民众哦，伫网络交友去拄到假投资诈骗，了500多万哦，伊嘛配合警方约车手出来见面，协助警方破案。这个查甫人雄雄站起来，行去隔壁的座位，其他的人接到暗号，赶紧去甲包围，因拢是便衣的。穿黑色外套的查甫人当场去互警方压掉咧，桌顶有袂少现金，拢是早起的压榨钱。这个互掠到的车手，甲人约见面提钱，分数顶还阁早点钱机。由被害人配合警方，佯装以现金购买虚拟货币，并与诈团成员相约于素食店面交。辖区的警察接到报案。有一个台北市的市民落入网络交朋友的陷阱，哄骗投资太大笔，赔500多万，所以甲警察合作，甲车手约出来见面，靠受害者合作掠车手。警方嘛感觉这个方式袂歹，民众减记领奖金，不过这个机制实施1礼拜，效果啥款，官方是暂时无提供。就照工程款怎么安排怎么做就好。没有打电话去对方找，他不是做这个行业。真的，唔若发诈骗，嘛都爱主动诈骗。银行的行员受理汇款，听到是要摕去装潢的，就随口劝甲通报，都惊这个查甫人去互骗大耳。因为这种的讲法已经是诈骗惯用的手路，甚至非法的组织即马会吸收外籍学生来做诈欺的车手。嘉义主任今年预做日口计划、组织化，并以在台就学外国学生作为招募之主要目标，藉由同乡同学牵线，以高额报酬诱因。吸收其担任提款车手。根据检方的调查，有7个越南籍的学生伫新竹的大学读册，不过却是去互共乡的嫌犯招去做车手，赚外路啊。过一天上济会当领7000块，即马防以加重诈欺等罪嫌来起诉，检方具体求刑1年9个月以上的刑期。公视新闻台北新竹报道。
去年台北市有5例天9例的本土病例，今年到4月嘛已经有10例境外移入的病例咯。即马生活季特别到咯，台北市环保局就号召上千人做回来整理环境。摕到特chế孙检棍仔，顶头连接着镜头，生态防蠓仔师经验真富。镜头对准大约2楼高的树坑，虽然内底有种食物，但佫有未少积水。土不够，它要把它填到填满，对，就把它积水的状态破坏掉就好。风岛天9月生态防蠓仔屎第一重视就是清除滋生源，只要积水0.5公分，蠓仔就会当生卵。尤其是伫暗搁淡的地点，所以好好清除积水就会当明显降低蠓仔的数量。我们用一个比较省的成本，因为我们只是要做到巡倒、清刷这4个动作，然后这个4个动作是完全不需要花钱。做好顺道清理，成本低，效果好。北市环保局9号号召超过1000个人进行环境巡检。环保局表示，未少民众会以准喷药消毒，这是上好的方法，但其实清除积水才是。消毒可以去杀虫，可以杀蚊子，但是呢，因为你持续的喷销的话，它可能会产生什么抗药性，所以我们通常不会这么高频率的去喷药。清除积水嘛爱骨力，大概落雨了后，民众定嘛会袂记，搁爱清一届。志工自己讲，我们都交代出去，看到的你就给他讲，劝导一下，都会接受了。对着梅雨季节特别来遐，天气会变成淡搁热，蠓仔较会滋生。环保局表示，继续利用科技防疫，伫公共区域、近山区农地主体监测蠓仔分布佮密度，嘛提醒民众伫室外穿浅色的长衫裤，嘛伫皮肤走出来所在喷防蚊液，做好自我防护。公司新闻林静梅、吴家宝台北报道。国民健康署公布一份调查，指出讲有26.9%的业者未婚拢无去看证件，将近4成的槟榔摊嘛拢无去看证件。另外嘛发现讲，只有8成5个人知影讲，得爱先看证件来确定讲消费者甘愿20岁才会当来卖烟熏。所以小机会是呼吁讲，得爱加强宣导来辅导业者。测试人员请高中生制服去到槟榔摊买烟，看店家敢有主动查证年纪才卖。国检署和消基会合作去到全国22县市的便利商店、大卖场、槟榔摊，计共854间的店家，调查店家敢有违法卖烟，互无满20岁的人。113年的调查结果显示，有26.9%的业者无查证件就直接卖，其中槟榔摊的比例上悬，占38.6%。那槟榔摊大部分都是个人的营业啦，那可能在法专的这一块是确实比较落后，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像一些，比方说连锁超商，它有法务部门等等，它可以去做一些相关的一些教育宣导辅导哦。那相关的法令的一些规范，他们也可能没有与时俱进，所以可能这个原因导致槟榔摊一直到现在，其实我们这几年来调查都是最高的。消基会表示，112年禁止买烟的年龄限制对18岁提悬到20岁，表示有真侪人唔知。调查结果也显示，知影目前法规的人占85%。国检署表示讲，这代表唔管是一般店家，或者是连锁的超市大卖场，拢爱加强教育训练。对于新进员工的教育训练可以再度的提高，因为现在是85%哈，所以我们希望100%的人都知道不能贩烟给未满20岁哈。那最重要是要告知现在法令的要求。若是违反烟害防治法卖烟予无满20岁的人，上当会罚25万。国检署指出，因为一般店头、槟榔摊可能较少了解上新的法规，目前已经把违规卖烟的业者名单交予地方政府的卫生局，请因加强稽查宣导。国检署也表示，希望伫第一线的业者同齐把关，斗阵守护青少年的健康。记者张家佳、林秀凯台北报道。8月秘书长李特车北上年后头一届去访问日本，伊伫海上自卫队的基地时表示讲8月密切咧关心解放军伫台海附近的军演，嘛认为讲即马状况是互人真烦恼哦。另外，日本发布2025年外交拿配书，特别强调台海和平的重要性。8月秘书长吕特2024年10月上任，车北第一遍访问日本，随去日本神奈川县的海上自卫队横须贺基地，并且登上护卫舰坐上好视察。吕特表讲，8月积极伫咧推参加 IP4， 也就是印太四伙伴，包括纽西兰、澳洲、日本、韩国的合作。
所以选择优先访问机量上大的日本。同时也讲，强军这群伫咧台湾周边海域扩大军演的情形，互人真担心。 If you know the policies of all allies in NATO, but also when it comes to the IP4 concerning Taiwan, so that you know, and of course we are worried about all these drills and all these military exercises. So we follow them very closely and are a worrying sign, clearly. 吕特顶礼拜伫咧接受日本时报访问的时阵，捌讲未使对中国扩大军力抱持伤天真的态度。也那吕特初步伫咧衡水河基地，也特别重视这件代志。China is supporting the Russian war effort. China is building up its armed forces, including its navy, at a rapid pace. So we cannot be naive. Developing the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is so important. That is one of the focal points in my visit here. Thank you. 吕特初步伫咧东京会见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吕特对日本提悬国防预算，予因肯定。日本想要参加北约援助乌克兰的组织，吕特也表示欢迎。吕特初九会伫咧东京一间大学演讲，同时会见日本首相石破茂。另外，日本伫咧初步发表2025年版的外交纳佩书，指出北京想要以武力片面改变东海甲南海的现况。 也讲到中国伫咧台湾周边举行的军演，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甚至还特别讲到今年2月石破茂甲美国总统川普会谈了后的联合声明，指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国际社会安全甲繁荣不可欠缺的元素，敦促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两岸问题。公司新闻金万庆编辑。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昨表示讲，乌克兰掠到2个参加罗西亚军队的中国公民，要求外交部得爱甲北京去联络，得爱北京来说明。不过目前中国跟罗西亚是各无回应。乌克兰军队掠到2个为中国来士兵，总统泽伦斯基已经要求中国解释，这是乌克兰当局第一摆指控中国向罗西亚提供军力。Ми взяли в полон китайських військових на території України. Відповідно, є документи, є їх паспорти, є навіть кредитні картки. Це громадяни Китаю. 泽伦斯基伫社群媒体答问显示，其中一个中国人被铐起来讲中文，也表示最近烧战的情形。乌克兰外交部长斯皮哈表示，中国军队伫乌克兰领土烧战，和中国所谓的和平立场遭到质疑，已经条件自基辅中国大使要求说明。这也表示，唔那北韩伫帮助罗西亚烧战。It's disturbing with North Korea participating. It's disturbing with the Chinese soldiers having been captured. China is a major enabler of Russia in the war in Ukraine. China provides nearly 80% of the dual-use items Russia needs to sustain the war. 虽然北京甲莫斯科伫政治甲经济互动密切，不过中国一直想要伫俄乌冲突当中保持中立，佮一直否认军援罗西亚。北韩去年正式派兵去支援罗西亚，引起国际社会关切。西方官员今年初，目前英国广播公司 BBC 讲，伫罗西亚西部库斯克州作战的北韩军人，才3个月就将近40%伤亡，差不多是1000人战死。公司新闻恩文宁编译。过来消息，过来看高雄市有超过200万台奥多拜，也毋过有的所在停车格是真歹找。那一般民众外送员嘛，常常不得已就爱违规停车。有议员就建议讲，应该爱参考外县市的做法，来建设智慧临时停车格。高雄市的交通局嘛表示讲，因会来研究。就直接停在那里。民众骑奥多拜载人来做亚高铁站，明明牌仔顶悬有写头前100公尺有停车场，临时停车前30分钟免钱。不过民众也是停伫红线，互人落车。边仔某民众直接骑起来人行道咧等人，那车头周边有违规停车的问题，有外送平台业者反映，因为奥多拜停车格无够，因伫咧送物件时阵嘛是会违规。若是运气歹，拄着警察开单，迄天就等于是白做的。为了接人嘛，都是图个方便啊。那当然就是最近比较容易停车的地方就直接停了。店家生意很好，外面都没有位置，我们也会先暂停在那边，想尽快取餐就走这。
因为外送业务的增加，去年交通部运输研究所就建议地方政府应该爱规划奥多拜临时停单区。有议员表示，高雄市有200多万的奥多拜，数量全国第一。即卖台北、桃园、新竹拢开始试办奥多拜临时停车格，建议交通局会当比较办理，而且爱做地轨停车格。最主要是让这个停车区的轮转率会高一点哦所以如何来规划，然后相关的费率，或者是说是怎么样来开放这个临时停车区？机车只有后面有车牌，对，是那需要因为我在路侧没办法照到车牌。根据高雄市交通大队的统计，奥多拜违规停车防拖掉上侪前3名，分别是三明区、林雅区和左营区，大部分拢是伫车头、捷运也是上环附近。对此，交通局表示，因按算16会甲外送平台业者开会讨论临时停车的问题。若是地轨停车格技术方面无问题，会找违规停车较严重的地区来试办。记者柯家珠、柯昭阳、高雄场报道。再来看台东市昨暗发生火灾，造成一个查甫人死亡。警方调查发现，讲亲像是一个厝脚甲厝主有金钱的纠纷，伫2楼放火。县政府的调查嘛发现，讲这栋厝的2楼算是违章建筑，已经准备要拆掉了。伫翠北岸台东市强国街这栋名体庆烟火自2楼开始烧，烧甲正大。台东县消防局派50几位警义车到现场拍火，经过半点花钟，火才拍花。不过传讲2楼还有人伫咧内面，消防队员入去厝内找，发现一位50岁男性已经无喘气心跳，上边抢救也是救袂大。里长讲，这间厝1、2楼总共建设6间房间伫咧做人。大火迄当阵，附近的民众有人看到其中一位姓林的女房客拄好骑车离开，怀疑有人放火，警方随追查这位女房客到案。因为算讲头痛人物啦，伊迄个常常咧报警察来遮处理代志的。立即调阅监视器影像，并查访周边住户，在案发后2小时内顺利将女查缉到案。因为这栋出租平体2楼是搁贴起的铁皮厝，官府清查是已经列管安排要贴的违建。不过，这卖法规是会当使用，而且出租伫咧2楼只敢计4间房间厕所，并无违反建筑法使用规定。如果单一楼层隔成6个单元以上，就要依建筑法变更成公众使用。如果未办理变更使用执照的话，依法可以裁处6到30万的罚款。警方初步调查，有人怀疑放火女房客甲厝主有租金的纠纷，不过这嘛厝主人无伫咧国内，就等厝主回国调查了，才能了解案情。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去年纸板碟清线创40万只的纪录，今年3月初就有一批纸板碟飞到云林的拿来乡。3月12、13两天连续2天，国道3号嘛拢封路，让纸板碟飞哦，这嘛是史上上早封路的纪录。纸板碟保育协会嘛预估，今年的拿来乡应该会飞来25万只纸板碟。一个早好天气，纸板也陆续出现。观测人员无因记录高层数量，到好一下早9点半左右，每分钟的纸板鸭达到100只。虽然无达到250只国道3号风度标准，但嘛是今年3月中后再一次观测到纸板鸭北风。不一定时间，所以可遇不可求啦。是看这纸板碟是可遇不可求啦，你来对时间，它就会很漂亮很多。今天目前现在的一个量，1分钟大概100只左右。那这样的状况应该会，等一下可能会慢慢攀升，那不一定会封到哈。纸板鸭生态保育协会表示，南下乡塔口是纸板鸭北风重要路径，每分钟数量达到250只时，国道3号的风片251公里到253公里的越侧车道，降低车流表面造成纸板鸭侵蚀伤害。而今年捌在3月12号、13号风道，嘛是历史上上早风道记录。我们从96年、97年开始监测，那算是最早来到这里的一次。好，它在228的时候有一波比较热的天气，那时候就是从茂林那边过来，中间有停顿一些。那应该是那一波的热的天气，让值班点能够就说再早一点到我们这个地方。协会表示，今年清明节前后气温变化大，一直到4月8号、9号。这个陆续观测到北风侵蚀的纸板鸭，而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观测到22万只，甲2年的平均值差不多。但到4月底，每天有7名志工会来观测算鸭的标风，预估今年的数量大约25万只，
公视新闻王伟雄为您报道。来看文化部去年12月份开始办台语家庭的计划，将近是有2000个台语家庭参加哦。也毋过有家长是认为要完成规定的课程是真困难。某学者建议文化部会当甲学校，也是讲一寡亲子团体来合作，互愈侪人来知影有这款的计划。下尾足长的，而且有小可白白，伊的喙甲伊的骹拢是红色的。台语料理课老师做手工造型馒头，教大人熟悉长尾山羊。这个课程是目前少数开予大人参加的台语活动。文化部咧设台语家庭计划，大人囡仔拢爱参加课程活动扣点数。有家长就反映讲，亲像这款专门办予大人参加的活动无济，而且各地区的活动无条文，有当时要参加也真无方便。针对囡仔的活动非常多，但是针对是大人的部分，因为因过去的生命的经验的关系，其实是上恶影响的。这个作文还是上介重要的。桃园有办活动，也毋过较侪拢是伫中立，也是桃园较北部的所在，所以阮若要过去参加，就是较费时间，较无法度较方便去参加。现那计划也有规定，每一人无论大人也是囡仔，拢爱参加意识培育课程，累积4点。有家长表示，这个课会使予家庭了解语言文化传承的重要性，也认为这是计划核心精神。但目前意识的课程煞真恶找。即马都是要扣这个点数就困难的，因为县市政府都是无办，所以阮家己是去参加台语路办的这个艺术的课程，才有法度扣到遐个艺术的点数。经过文化部第一阶段的统计，注册台语家庭有1660户，计共6993人；学习家庭有1122户，文化家庭有538户。统计到3月27，已经顺利完成认证的学习家庭，干那76户，认证通过率不到1成；通过文化家庭有126户，通过率大约2成外。因为申请做文化家庭的大多数已经是台语家庭，有学者认为，照统计来看，目前这个计划也无对共运站拖出去。你对学习家庭来讲，伊原本是对台语优先，但是伊台语可能无遐尔好，你搁甲即个点遮尔少，活动拢差不多，对伊来讲都无诱因，所以讲。咱第一就是你迄个活动本身，可能迄个形式要变较侪。第二个就是你的点，即个台语的即个一点的即个点数的所在要变较侪。学者呼吁文化部要加强宣传，也建议会当甲一寡教育杂志，也是亲子议题意见领袖合作。另外，有认为这个计划应该中央地方做伙推广，透过地方的教育局学校斗推广，像讲发宣传单等等的方式，提供台语家庭计划资讯、活动内容，互更较侪家长知影。安尼才有愈侪机会，互台语行入无共家庭。记者中嘉义邵桂玲、陈亚轩、曾俊佑综合报道。文化部推销台语家庭佫真受到重视。也毋过，今年文化部本地编285万的经费，要来宣传台语家庭的计划，互立法院裁掉。民间团体是真烦恼，讲这对拄啊起步的台语学生来讲影响真大。地方政府爱重视，台语家庭有行气。大声呼吁地方政府最近来推动台语家庭，台语团体召开记者会，指出文化部自去年实行台语家庭计划，全国无到一半，敢若9月县市政府有提案要送。民团希望文化部爱加强和地方沟通。另外，根据文化部的统计，今年原本有编285万的宣导费，要来宣传台语家庭计划，却全部去互立法院裁掉。台湾台语路协会认为，这对拄起步的台语学生来讲是真大打击，安尼恐惊降低议题突破共运站的机会。即马文化部已经有一个真经费也有一个预算啊，但是即个预算放伫遮，甚至讲活动拢办啊，但是来参加的人足少的，安尼就是足无彩的。了事后咧，若是这个立委伊过来甲你批评讲你办即个活动的成效无好啊，哪会遐少人来参加？毋就是因为恁甲即个宣传费甲伊拆掉。今日李江区台语文教基金会嘛表示，根据因的观察，一个台语事工因为在中央无台语专职部会，伫咧地方阁无对口单位，无论是要宣传还是要承办活动，拢有真大困难。因为安尼台语无受到重视，嘛无法度有较正的发展政策。基金会嘛阁再呼吁政府爱成立专职部会，互台语发展通有资源甲专业人才。客家原住民的咧，其实咱会当看着讲，伊是有效果的，甚至咱若投入的资源甲客家原住民，就算是平济就好。其实
会比客家原住民的迄个福祉效果更较好，是因为一方面是人口的问题，一方面是还阁算有即个7、8成的人，其实是还阁有即个语言能力。另外，针对文化部目前当地做的台语家庭计划，敢若有讲明年要达成4万户的目标。民团是呼吁文化部应当爱长期来看，积极定出逐年的目标，然后一步一步去落实。伊嘛要求地方政府要承担推广的责任，安尼才通实现语言边环甲文化永续。记者卢尚如、郑俊友台北报道。来看英国的经典小说《1984》，是描写集团主义的语言，社会中每一个人拢受到监视，互相监控。这本册最近出版台文的版本，翻译者周永成是表示讲，望讲伫这个时机，会当透过这本册，互台湾人来思考中国对咱的威胁。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大兄哥在家己看。这句话常常用伫咧讲监视的厉害，无论是讲社会监控，还是思想控制，拢是要提醒大众爱美青。大兄哥在家己看，这句话就是对75年前英国作家 George Orwell 写的小说《1984》内底出来的。最近咱台湾出版第一部台文版的翻译，是翻译作者周永成用要5档的时间完成的。迄阵是二次大战期间甲结束的时阵嘛吼，但是迄阵已经有出现苏联的这种极权政权啊。虽然一寡故事伊苏联出来拢是真恐怖，但是遮西方的知识分子，因有诶拢无啥相信，佫无愿意批评，啊，所以伊就写即个小说来甲大家算警告，吼，讲即个咱袂使行即条路。1984是真有名的政治宣写小说，到当全球卖超过5000万本，翻译版本上无60种语言。故事在讲未来世界大部分地区直直的战争，极权政府以及合统治做目的操控历史和监控等等全面控制人民来维持政权。翻译作者周永成表示，这本小说虽然是1940年代写的，不过针对极权主义的观察甲警示，有真侪是台湾现此时面对中国威胁的事，会当好好来思考的。伫台湾，咱即马有真侪人还无了解，就是咱若是互中国争去，会偌严重。所以即个是我想若是讲即本册伫即个时机有啥物提醒，也是讲时代意义我感觉是即方面。另外，周永成嘛表示，这本册甲其他的台文出版无啥共，就是完全无意思的注解。伊希望透过安尼促进台语正常化。读者若拄着袂晓的词，会当像咧读中文册共款去查字典去问人，也是针对一寡新词做阵来讨论指教。周永成希望互台语通伫无共议题生态。记者卢尚如、郑俊友台北报道。中央研究院的台湾史研究所发表新册叫《查某馆的代志》，用15档的时间访问8老大人，来呈现台湾女性的人生甲因伫这个社会中的角色，咱嘛做伙来了解。满满的文字、全景的相片，记录女性一世人的成长过程，佮有人生成就。这本《查某馆的代志》拜二办理新册发表会，内底收录6位女性甲2位男性的口述访问，超过28万字。主要负责人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的学者柯淑琪表示，透过15年来访谈记录出版这本册，希望让台湾妇女研究走向多元化，也通让更较侪人了解过去妇女伫社会扮演重要的角色。家庭主妇，但是一生中间。有哪有伊真灿烂的一篇，所以虽然是平凡的女士，总是以后会当显现伊的生命的活力。啊，第二项是职业妇女，比如讲做老师啦、做护士啦、做助产士啦，这是有专业的。但是因专业毋是干那专业尔，因着爱去照顾家庭。台湾史研究所表示，这本册当初是的号名做《查某馆的代志》，迄个馆是对女性的尊敬。一个人就代表一个家族的故事，亲像透过90岁黄庆基女士的分享，了解战后甲光复迄段期间的故事。而且因为伊的老爸是台湾第2任大法官，伫访谈中通了解台籍法律精英伫政权多变化的时代是安怎行过来的。阮父亲安尼做真。公平正大的法官，我是日本时代的法官，甲中国时代的法官拢真歹势做，因为是台湾人的关系。
册内底有收集受访者侪手稿，奖状拢代表每一个人一生当中重要的分野，也制作简单的族谱，互考述历史阅读起来更较清楚。台湾史研究所表示，妇女研究是台湾史真重要的一部分，不过资料相对较少，希望透过这10多年来记录出版新册，未来通提供研究台湾史的优质来发挥应用，互台湾史更较丰富，呈现多元的观点。记者张家嘅林晓凯台北报道。下晡尾天气，咱来看个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30度；中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0度。东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6度；外岛地区上低20度，上悬26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川普敢若4当尔吼，所以伊的时间比别人较短，想要做一个美国历史上上伟大的总统。关税总多影响是伊会改变迄个做生意的方向。现阶段它是要 supply its own demand，伊有这种决